台大上周的5天就有3起学生的这个自杀案件。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哦，本席首先在这边要先肯定教育部潘部长哦，在我们的事情发生之后，勇于的在做这个直播，向外界来做说明。但是我相信外界还是有相当多的疑虑。我们大专院校自杀自死的人数呢，在2019年升高到59人，这是自杀成功的部分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自杀意图，还有付诸行动的部分呢，这个人数从前一年不到800人，成长到2019年1350位，这些都是只有在校园的自杀的案件。所以看起来学生的压力是逐年的升高。那因为目前是没有看到2020年今年的统计数据，想先请教一下部长哦，今年您掌握到的数据，包含校园自杀成功，还有意图自杀未成功的数字大概是多少？因为我们统计的是整体面，大概目前是有70多位学生因为这样的情况有明确的数据吗？70几位？大概76位左右。76位是自杀。这是涵盖各级学校了。这是自杀的人数，致死的部分。对。那意图自杀？那有关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就说整体的发生的情形，应该是1000多。1000多位，那所以如果刚刚听到的是76位的话，本席在这边是更加的担心，因为去年的数字是59位，今年还没有结束，已经升高到76位。那刚刚听到又有1000多位，还没有听到明确数字，所以看起来今年的数字是持续的升高。讨论里面很多的学生他们有提到一个现象，是说如果今天要申请台大的心理咨商服务的时候，心辅中心可能要让他们等到2到3周的时间。那校长你也知道。其实有时候这种心情一来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突然的，需要去做一个抒发跟立即去做一个处理，所以等2到3周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那这目前校内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辅导机制呢？好，那谢谢委员。首先，这个对外求助的一些专线电话等等，都放在我们心辅中心的网页上面是有。第二个，的确是因为现在人力，我们的心辅人力的确是符合政府的规定。但是可能因为台大学生的需求更大，就会出现委员讲的情况。但是我们的心辅中心是提供 walk-in service， 就是你如果去预约可能要稍微久，但是如果紧急的话，你是可以直接到心辅中心，一定会有人跟你谈话。然后第3点，就是上星期发生这个事情以后，我们已经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，而且我们设置了紧急的专案咨询电话。然后我们也会在几个关怀点设置安心小站，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精神科、心理科的医师提供协助，就是我们会全时间的提供那个咨商服务，希望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得到协助。